你唔好以為自己呢排壓力大、抑鬱或者食錯嘢，所以每逢半夜3更一熄咗燈瞓落床，後背、雙腳肚或者手臂仔就開始無啦啦發痕，痕到你要用力去抓到皮膚紅晒，甚至出細細粒疹子。你第一時間走去買嗰啲貴一貴嘅類固醇藥膏，大罐大罐嘅抗敏潤膚霜，點知搽極都唔止痕，搞到3更半夜翻嚟覆去都瞓唔到。第二朝起身對眼腫過隻雞蛋，返工返學都冇精打采。如果你或者你屋企人都有過呢種苦不堪言嘅經歷，我今日一定要非常嚴肅咁同你講，唔好再傻傻地以為自己係生濕疹或者敏感發作啦。其實你成張床、成個房間，甚至全屋嘅布藝家私，分分鐘早就已經成為幾百萬隻塵蟎嘅大本營。佢哋日日夜夜喺你身上爬嚟爬去，喺你皮膚上變食變拉，你唔痕就真係有鬼啦。塵蟎呢種嘢，肉眼根本睇佢唔到，一隻塵蟎嘅大小大約只有0.1到0.5毫米，你就算拎個普通放大鏡都睇佢唔清。但係你知道佢哋最中意嘅生存環境係咩樣嗎？佢哋最中意嘅溫度就係22度到28度，濕度仲要係60%到80%。呢個條件咪即係我哋香港嘅天氣。香港作為一個沿海城市，全年大部分時間都係又濕又熱，相對濕度動輒就超過80%，簡直就係塵蟎夢寐以求嘅人間天堂。加埋我哋人類每日瞓覺嗰6至8個鐘頭，個身體會源源不絕咁散發熱氣同埋流汗，仲要不停掉落大量嘅死皮角質。對塵蟎嚟講，你張床根本就係一個有無限免費放題、又溫暖又舒服嘅超大型7星級豪華大酒店。好多人一聽到塵蟎呢2個字，第一時間就去連鎖電器店買嗰啲上千蚊甚至幾千蚊嘅除蟎吸塵機，或者去藥房買成100幾蚊一支嘅化學防蟎噴霧，但結果用完幾日，嗰種半夜無啦啦嘅發痕感又翻嚟。點解？因為你根本冇抓到重點，你花咗大把冤枉錢，最後只係治標唔治標，甚至連標都治唔到。今日我就同大家一步一步拆解，完全唔使花你1分錢，即刻黑出屋企呢3樣最容易積聚塵蟎嘅隱形重災區，用最科學、最符合邏輯嘅方法，一次過將呢啲隱形嘅吸血鬼同過敏源徹底死清光。首先，第一樣你要即刻厄出嚟嘅嘢，就係你每日頭貼頭瞓足7-8個鐘嘅枕頭同埋被鋪。好多人以為我平時2星期洗1次被單，換1次枕頭套，已經算係好乾淨、好有衛生意識啦。錯，大錯特錯。洗被單只係洗走咗布料表面嘅灰塵同埋極少數嘅表面塵蟎，而塵蟎真正嘅主力部隊係深藏喺你個枕頭芯同埋被芯最深處。塵蟎最怕嘅唔係水，佢哋嘅腳爪有極強嘅紮力，可以死死抓住纖維。你用平時30度或者40度嘅洗衣機水去洗，塵蟎喺水入面仲可以游水。洗完晾乾之後，佢哋依然生存得好地地，繼續喺入面繁衍生息。咁要點樣1蚊唔使搞掂佢哋？方法好簡單，就係善用物理高溫同埋黑袋吸熱法。你只需要喺屋企起一個平時買嘢或者裝垃圾用嘅黑色大膠袋，將你個枕頭或者薄被放入去，綁緊袋口。記住，一定要係黑色嘅袋，因為物理學話俾我哋知，黑色吸收陽光同熱力嘅能力係最強嘅。然後喺大晴天、太陽最兇猛嘅中午12點到3點呢段時間，將個黑色袋擺喺窗台或者陽台，暴曬足2到3個鐘。喺香港夏天嘅烈日之下，黑色袋內部嘅溫度好快就會急升到50幾甚至60度以上。根據科學研究，只要環境溫度超過50度，持續30鐘以上，塵蟎同埋佢哋嘅卵就會全部被活活熱死，無一幸免。曬完之後，最關鍵、最核心嘅一步嚟啦，90%人都做錯呢一步。好多人曬完被或者枕頭，拎翻入屋就直接抱住瞓，結果今晚依然發痕。點解？因為塵蟎死咗之後，佢哋嘅屍體、腳屑以及佢哋排泄出嚟嘅蛋白質顆粒，先係引發你皮膚過敏、半夜發痕、咳嗽同埋鼻過敏嘅真正元兇。所以暴曬完之後，你一定要拿個枕頭出嚟，去通風嘅地方用力拍打幾十下，或者用屋企最普通嘅吸塵機裝上插頭，把枕頭表面同縫隙深深咁吸一次。咁樣做，枕頭入面嘅塵蟎屍體同排泄物先會被真正清走。今晚你瞓落去嗰種無厘頭嘅發痕感即刻消失得無影無蹤。第二樣要即刻躍出嚟嘅嘢，就係你屋企客廳張布藝梳化或者掛喺窗邊嘅口窗簾。好多香港屋企空間細，客廳最中意擺布藝梳化，又舒服又溫馨。但呢啲地方往往係全屋最容易被忽略嘅塵蟎重災區。你想下，你平時返到屋企未洗澡，就抱住個公仔坐落梳化，邊睇電視邊食零食，餅乾碎屑跌落梳化縫隙，加埋你坐喺度流嘅背脊、汗同埋掉落嘅皮屑，
梳化內部嘅塵蟎數量可能比你張床仲要多幾倍，但係布藝梳化拆唔到出嚟洗，厚窗簾又大又重，拆一次落嚟洗，簡直要咗半條命。點樣1蚊唔使徹底搞掂？呢度教大家一個極低成本，屋企一定做得到嘅高效殺菌除蟎法，利用凍斗嘅高溫蒸汽或者吹風機嘅最高溫熱風。如果屋企有蒸汽燙斗或者掛燙機，你可以將燙斗開到最高溫，距離梳化或者窗簾布1-2厘米，慢慢咁將高溫蒸汽噴落去。高溫蒸汽可以瞬間穿透布料表面，直達纖維內部，將隱藏喺深層嘅塵蟎直接蒸死。如果連蒸汽向斗都冇，唔緊要，拿出你平時吹頭用嘅吹風機，開到最大嘅熱風模式，貼住梳化表面同埋布料縫隙，慢慢吹上3-5分鐘。吹風機出風口嘅高溫同樣可以達到殺滅塵蟎嘅效果。吹完或者蒸完之後，記得同樣要用吸塵機將表面吸一次，把熱死咗嘅塵蟎屍體同過敏源清理乾淨。呢個方法唔使拆、唔使洗、唔使送乾，洗店花幾百蚊，只需花你10幾分鐘就可以將客廳呢個塵蟎大本營一網打盡。最後第3樣要即刻夾出嚟嘅嘢係，大家每日返到屋企都會開，但90%人都忽略咗嘅地方，你嘅冷氣機濾網同埋出風口。你可能會奇怪，冷氣機咁凍都有塵蟎？冇錯，冷氣機喺夏天運作嗰陣，內部非常潮濕，加上濾網上積聚咗大量灰塵、纖維同人體皮屑，呢個暗黑潮濕嘅環境簡直係塵蟎同霉菌嘅超級溫床。每次你開冷氣，風口吹出嚟嘅風就會將濾網上嘅塵蟎、排泄物、霉菌、孢子同微小粉塵吹到全屋每一個角落，飛落你嘅皮膚上，吸入你嘅呼吸道。呢個就係睇似好乾淨嘅房，但你一開冷氣瞓覺就會鼻塞、流鼻水、皮膚發痕嘅真正原因。搞掂冷氣機濾網一樣1蚊都唔使，你只需要將冷氣機嘅外殼打開，抽出2塊塵封已久嘅濾網，唔好用熱水直接沖洗，因為熱水可能會令塑膠濾網變形。你只需要將濾網拎去洗手盆，用冷水加埋屋企平時洗碗用嘅洗潔精，用舊牙刷輕輕擦洗乾淨。洗完之後千祈唔好攞去太陽底下暴曬，因為塑膠濾網曬得多會變脆破裂，只需要擺喺陰涼通風嘅地方，自然吹乾就可以。洗乾淨濾網之後，你吹出嚟嘅風唔單止冇咗嗰股一股難聞嘅霉味，塵蟎同過敏源嘅數量更加會直降90%以上，連冷氣嘅製冷效果都會即刻變好，幫你慳埋電費。講到呢度，大家應該明白，半夜皮膚發痕真係未必係濕疹或者皮膚病，很多時只要我哋搞清楚源頭，用啱方法，唔使花大錢買無謂嘅昂貴電器或者化學噴霧，單靠身邊最普通嘅日常物品同埋熱力就可以將塵蟎徹底死清光。由今日開始，唔好再白白受苦啦，即刻返去檢查下屋企呢3樣嘢，跟住我教嘅方法做一次，今晚你就可以睡個安穩覺，徹底告別半夜發痕嘅煩惱。